歡迎嚟到我哋 ALC 香港辦事處嘅 YouTube 頻道。都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喺度分享關於美國投資移民或者美國一啲移民上面嘅消息。咁今日當然要同大家講下特朗普嗰個 Trump Card 亦都係叫做高卡呢個最新嘅消息。因為喺美國時間今日咧，Trump 已經係公布咗呢一個網址叫做 trumpcard.gov。咁呢個網址出嚟之後咧，咁就當然有一個喺 EB5 或者投資移民嘅圈裏邊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新聞啦。咁究竟呢個 Trump Card 或者呢個高卡裏邊嘅條件係點樣咧？申請嘅程序係點樣咧？會唔會喺呢個網站裏邊顯示出嚟咧？結果咧，大家走入呢一個網站嘅時候，發現咧就乜都冇嘅，就只有見到一張金色嘅卡，裏邊有特朗普個樣咁就有一個下邊有一個 5M， 就係有一個500萬嘅意思。咁裏邊咧就係可以你提交你自己嘅名啦，或者電郵，咁佢就會應該之後會將啲資料交到你你指定嘅電郵裏邊。咁但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裏邊嘅程序係點樣呢個金卡嘅要求係點樣，亦都係冇詳細嘅公佈嘅。咁我哋回顧翻咧呢一個高卡嗰個情況啦，就係喺幾個月前啦，阿 Trump 就公布而家我哋就推出一個500萬嘅高卡咁就係話呢個高卡咧就會未來咧會吸引到超過10萬人甚至乎100萬人去申請，咁令到美國政府嘅國防咧就會有一個好巨大嘅收入，而減低去嗰個目前嗰個重大嚴重嘅赤字。咁但係呢個當然啦，呢個如意算盤咧一定係打唔響嘅，因為大家各樣呢幾個月嚟嘅分析咧都會知道，實際上如果真係攞500萬出嚟去做呢個申請呢個高卡嘅人咧，相對嚟講咧就唔會好多咁亦都係有好多裏邊嘅未知數啦，有一啲好唔穩定嘅嘢，令到好多人都會可能究竟呢個係乜嘢嚟㗎？咁當時Trump公布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已經話2個星期之後我哋就會公布詳情。咁一路拖咗幾個月之後，到而家其實都未有詳情嘅。咁佢呢個金卡佢當時嗰個賣點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只要攞500萬出嚟，咁需唔需要做呢個好似EB5 一樣？需唔需要做呢個投資移民嘅資金來源證明咧？佢就冇講。咁但係咧，佢就話呢500萬咧就可以令到你攞到一個居留權。咁我哋就一直你睇翻我哋之前嘅片咧，亦都有略略解釋過，就係話俾你一個居留權，佢就唔係一個 green card， 亦都唔係一個綠卡。如果係一個綠卡，佢就可以直接講係一個綠卡，但佢只係俾你一個居留權。咁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冇全球嘅徵稅。咁如果冇全球嘅徵稅，你攞嘅又唔係綠卡，咁呢樣嘢究竟係乜嘢嚟咧？咁相信大家都係一個問號嚟嘅。咁另外能唔能夠呢一啲申請者最後可以攞到美國公民嗰個資格咧？咁亦都係一個問號。因為萬一如果你係俾咗一個綠卡，而你亦都將來係成為美國公民，但係你又冇全球徵稅，咁對其他而家揸住綠卡通過另外一啲渠道攞綠卡或者已經係美國公民嘅人嚟講咧，係絕對唔公平。咁喺呢個情況下，究竟呢一個係啲乜嘢嚟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少少嘅分析，就係特朗普或者美國嘅總統咧，係可以有一個特權，係可以俾一啲特定嘅人臨時嚟到美國居住。但係呢一個咧，絕對唔係一個綠卡，亦都唔係一個可以將來攞到公民嘅一個途徑。而 Trump 要將呢一個情況轉化成未來可以成為一個綠卡，甚至乎一個公民咧，咁佢一定要通過國會去一條法律，然後跟住就將佢成為一條永久嘅法律，然後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有一條路徑可以去攞到綠卡或者成為美國公民嘅。咁但係要通過國會，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參議院、眾議院都要通過唔同嘅2個議院去做辯論，然後跟住先再最後達成嘅協議通過，最後Trump 簽個字先至成為法律。但係呢個程序一定會係拖好耐好耐。咁所以Trump 有人講啦，有啲專家就話Trump 可以將呢一個
法案就擺入去嚟緊嘅財政預算案裏邊咁因為財政預算案咧就需要好快兩會就要通過，咁擺埋入去咁就變成可以帶住呢個財政預算案就成為一個法律，就通過一個最快嘅途徑。但係到目前為止咧都未有跡象Trump 會將呢個 高卡呢個計劃放落去呢個嚟緊嘅財政預算案裏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究竟呢個高卡或者 Trump 卡未來係點樣呢？大家就可能要拭目以待啦。咁至於呢個高卡會唔會代替呢個EB-5 投資移民呢？我個人嘅分析咧就應該就唔會因為兩方面嗰個第一個投資款已經係相差好遠，一個係80萬，一個係500萬。另外就係 EB-5 有既定嘅法律，你唔可以隨次去修改嘅。第三就係基本上呢一兩類人係唔同嘅層面嘅人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取消咗 EB-5，你以後去俾呢一個高卡繼續去進行嘅，最後可以攞到幾多人係真係去參與呢個計劃呢？大家都係未知數。我哋一般業界裏邊咧都普遍認為咧呢一個計劃到最後咧就會同 EB-5 可能並存。有 EB-5 有一批80萬嘅客戶，另外有一批500萬嘅客戶，佢哋點樣通過未來公布嘅一啲嘅方法去攞到呢個居留權之後綠卡。咁呢一個情況咧，大家到目前為止呢個係最新嘅消息，就係嗰個 trumpcard.gov 呢個 website 咧就已經公布咗出嚟啦。咁之後會有啲乜嘢特別嘅發展或者一啲嘅進展咧，我哋亦都會喺呢度咧會同大家盡快去同大家分析，就係公布呢一個消息俾大家。咁今日到呢度為止啦，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咁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嘅，就可以 like， 可以 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多謝大家，下一條片見。